永祥和紀念公園坐落於嶺南四大山脈之一的蓮花山脈緊鄰石行水庫。2021年獲廣東省民政廳批准成為合法經營聖墓園，地處珠三角東部，毗鄰香港，是深莞為1小時經濟圈的核心區域。園區距離香港約1小時車程，可通過深圳外環高速、沈海高速、南平快速等快速通道直達。各個口岸過關後，可乘坐深圳地鐵14號線直達坪山沙田站。園區距14號線沙田站車程僅需10分鐘。我們為訪客提供沙田站接送服務。園區配備專業管理團隊，提供全流程貼心服務，涵蓋專車接送、升級客服接待、管家定制禮儀、藝術定制、代客製塑、骨灰寄存、24小時安保。登上觀景台，在園區視覺中心眺望，山水環抱，隨處都是令人賞心悅目的畫卷，是人與自然最佳的交互空間。如意湖有水庫眾支流匯而成，潺潺不絕，湖水清澈見底，晶瑩剔透，有琉璃萬頃之譽。放生台築於如意湖邊，提供放生服務，大至到論雲、諸魚最終，殺業最重，諸功德中放生第一。獅園泉位於茂林修築間，據文獻記載有1400多年歷史。朱子治家格言喻任水獅園，祭祖念恩，故傳為紀念先賢，庇佑後代，賜名獅園泉也。惠陽首個烈士墓區，此地承載英魂，教育後世，銘記鄧承修、鄧仲元、葉挺等先輩榮光，以敬仰之心，築革命傳承之源，打造園林式墓園，融入地域文化，注重美學與生態裝飾，營造寧靜祥和氛圍，實現環境與福惠和諧共生。永祥和紀念公園堅持以誠為本，以靜為禮，以客為尊。